你好，我係姚國威議員。我係劉國雄議員，我係賴月君議員。今日咧，我哋同食環署咧去睇下天水圍北一帶嘅滅蚊工作。投訴蚊患多嘅時候，通常會點處理嘅？咁我哋通常如果收到譬如市民或者議員轉介某個地方蚊患多啦，我哋會啲同事咧會實地再巡查翻有冇一啲潛在嘅蚊蟲滋生點啊。咁我哋會聯同翻外判承辦商啦，加強翻所有地方嘅公眾地方嘅防蚊工作，包括落蚊紗蚊友或者係有需要就做一個霧化噴灑啦。咁我哋都收到街坊投訴咧，開始俾蚊咬啦。咁我哋見到啦，有噴蚊霧啦、落蚊紗啦，做一做嗰啲有蚊嘅裝置，甚至乎咧一啲滅鼠嘅一啲嘅安排都會有嘅。咁所以各位街坊如果有咩狀況咧，歡迎去揾我哋區議員去幫手嘅。咁亦都希望你繼續支持啦、分享同埋讚好我哋嘅工作嘅。多謝你，拜拜。